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35個視頻，介紹演員何天怡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，星盤冇對應果老星格組合。何天怡1988年生於香港富商家庭，從體操女神到爭議港星，再去內地跨界達人，佢嘅人生軌跡喺跌宕中不斷重啟，最終喺堅守中收穫圓滿。童年嘅何天怡係體操賽場嘅新星，4歲啟蒙，6歲報名奪牌，10歲斬獲香港青少年體操冠軍，體操玉女嘅稱號響徹香港。2007年，容貌似黎姿嘅佢參選港姐，憑借古箏才藝攞下旅遊大使獎，簽約 TVB 後陸續深演《不打自己人》、《法證先鋒3》等劇，以勤勉心情喺配角中積累人氣，同時兼顧港大進修事業穩步起步。2014年，爸爸投資失敗，欠下1400萬債務，並申請破產加變故，徹底改寫佢嘅人生。為緩解危機，佢喺爸爸牽線下結識大51歲娛樂大亨林建明，兩人頻繁同坑，引發爺孫戀爭議。期間短暫拍拖嘅西貢地王之子周子揚都因家庭壓力分手。2015年佢離開 TVB， 簽約林建明旗下公司。2016年舉行認親儀式，結拜為契父女。呢段充滿爭議嘅關係俾佢深陷輿論漩渦。2018年，何來天怡決心與過去切割，改名天怡，予以重啟，北上內地發展。初時客串歸去內，轉型短視頻博主，分享健身靚裝內容。B 站國樂頻道與社交平台累計圈粉超百萬，仲開設普拉提工作室，形成多元事業版圖。2023年，佢因為面癱暫別幕前，經3個月中西醫治療康復後，更懂得珍惜當下。近年佢跨界獨幕喜劇領運，曾創下7日拍70集，連續攻16中嘅高強度紀錄。憑借敬業心情獲讚最努力港妹，主演獨幕喜劇《繁花納心》，收穫千萬熱度。2025年元宵，佢官宣與拍拖7年嘅內地髮型師兼慈善機構董事結婚，喺希臘聖托里尼島舉辦低調婚禮，從豪滿千金到債務纏身，從輿論焦點到跨界贏家。何來天怡用近20年時光證明，人生如平板頂，縱使搖晃都要咬牙堅持。而家嘅佢事業紮根內地，家庭幸福安穩，總於係風雨過後，活成了自己喜歡嘅模樣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何天怡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